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會唔會成日都喺愛情裡面分分合合，經常好難維持一段長久嘅關係呢？其實喺依附理論裡面，所謂嘅焦慮型嘅愛情關係模式咧，係會令到一個人好依賴伴侶啦，甚至係成日都想見面啦，成日都會想知道對方做緊啲乜嘢嘢啦，甚至會需要隨時報備、即時回覆，甚至會 check 對方電話嘅。咁呢種咁不安、咁焦慮嘅愛情模式咧，係會令愛情陷入一個惡性循環，令到大家咧都不能分離。其實呢種依戀模式係源自於我哋細個唔安全嘅感覺，冇得到一個安全嘅支持環境，就好似你屋企隻貓，佢經常咧都會想黐住你，而你嘅伴侶當你哋一齊嘅時候咧，會覺得好開心、好依賴，大家咧都有一個好愉快嘅經驗。但係當你哋一分開嘅時候，你就會成日都掛住佢，成日想見佢。但係咧，呢種情況其實係非常之唔健康嘅。你可以建立安全嘅關係同唔同嘅人啦，同你嘅家人、同你嘅朋友，甚至係你嘅心理輔導師去傾下，從而咧唔會過分依賴你嘅伴侶。當你哋可以有一個好安全嘅關係嘅時候咧，咁你哋嘅愛情會更加長久㗎喎。